我甲你讲，对即摆开始，好好甲我踮在厝内面，认真读书，唔准搁你甲我出去外面，甲我袂来有听无？哥哥，你莫讲我较歹听好无？什么后白来？我只不过是住厝住袂牢，有当时啊吼爱出去安尼练八打一下，敢若咧健身的样，对吧？1模，2模，3模。主啊，你有听到无？我若出一款小妹，拜托咧，用你神圣的力量，赶紧甲解救一下。阿曼。阿弥陀佛，为什么我的家庭会出这款那石头遐尔严肃的哥哥咧？观世音菩萨，请你可怜我，阿弥陀佛。无啊，你真是要甲我做对？我求耶稣，啊，你就咧求观世音菩萨，连文珠公所甲我请出来，哈？哥哥，毋是讲我讲的啦，袂下就是袂下，啊，连信仰嘛袂下对无？所以永远嘛袂下。唔管是会下袂下啦，我甲你讲，你着爱好好听我指示，我若叫你安怎做，你就安怎做。大兄咧，大兄咧，哼！好啊啦，莫安那受气啦。你哦，就是遐歹性地啦，才会到即马娶某某啦。你不要生气，会到我。报告董事长，啥物代志？高阳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讲，伫个开心饭店餐厅等你，请你过去。好，我马上来。有影，总经理啊，我麻烦你，甲我留喺踮咧厝内面，好好监视阮这个小妹，唔通搁喺厝外面乌白来，有听无？这我若叫你安怎做，你就安怎做啦。是董事长。小姐，你是毋是搁甲恁阿哥冤家啊？爱读细细念啊，连讲叫我都爱读书啊，我都无读都无册，愈读愈册啊，头到尾甲我调人哪法度？哎呀，小姐，但恁阿兄嘛是为着你好的，你着较让伊嘛。牛，我有够衰啦，迄是我做妹妹嘞，那我做姐姐的时阵人俩，衰的人是伊。是。哎呦喂啊！他敢爱疼到安尼啦？小姐，你是安怎样？可能哦，甲阮哥哥冤家伤厉害，即马偏头痛夹起来疼。经理啊，拜托好无？你替我买一个药好毋？是。小姐，你是唔好利用我去买药的时间偷走出去呢？讲叫我莫偷走出去，天晓得，我著利用这个时阵离家出走，来去逍遥贵港啊！妈咪，发报纸。我知哦，安尼钱想也无够，你赚好咧。乖查某囝，你安尼赚的钱哦，一生5年都拢交恁母啊！我甲你讲，你虽然钱交母啊，母啊原来无白甲你开呢，我甲你欠欠的，后日啊，你若要嫁翁哦，上少嫁妆都一副车互你。妈咪啊，那阮才歹嫁咧，阮一世人若准会使甲妈咪吼，你做伙吼，我就心满意足啦。讲的是啥物话？哪有迄个无爱嫁啦？哦，你拍算讲安尼规世人拢要住迄个所在上班哦？迄是少年趁幼气吼，安尼抢一站嘛会用的啦。啊，你定定要进买遐母啊嘛唔肯。这，嘿，妈咪，阮朋友咧，还搁咧困吼？我无去了，大概是咧困。啊，我甲你讲哦，早顿甲你穿好啊，加两拍牛奶，紧去食皮肤才会水。好啦，无我先来洗面。谁讲生查某的唔好？我独独干啊，这个查囝吼，我都一世人又细细食袂了。快点，别了，行了，别等我，这边行了。等偌久？吼，来，我问你一下，昨暝钱你甲谁对开哈？我也知，我著食酒醉啊，钱去用入去啊，去用入去啊。钱去用入去，莫来这套啦。大概你钱啊，肯定拢有理由。我明明使去啉烧酒，我想要骗我，钱去用入去吼，莫来这套啦。啊啦，
去拍七啦，对唔对？我今日昨天要甲你教死就哎讲。你做大是咧外应，做大就在拍细汉的哦，安怎？谁人袂咧拍咧？爸要过世前就特别甲我交代哦，讲叫我爱好好甲你照顾，好好甲你教死，绝对袂咧生日。我今就是要甲你教死。别拍就来，我咧教你哦。安怎？你真是来哦！别来讲，真是来哦！来讲。别拍来讲，我咧教你哦。你听啥讲？讲诶，好啊，停，较莫来这套的啦。恁这两个兄弟啊吼，莫安尼，若要冤，搁换一个啊新妇，这套足久啊，我看甲会先啊啦。头家娘，歹势啦，歹势啦。安那，啊是搁咧欠命钱啊是？头家娘，你是让我真使人尊重咧，头脑这么强，目睭阁这么好。来，你哪知我咧欠钱啊？哪会毋知？啊，都恁兄弟啊，若咧冤家要甲我削古董，啊，就是咧欠命钱啊啦，偌济啦？无偌济啦，啊，我著欠一条吼，无讲介大条啦，啊，大部分拢轻有啊，敢若欠一个小条安尼啦。安尼哦。嘿啦。好啦，啊，你到底啊是还搁欠偌济啦？本来是欠5000啦，大部分拢足掉吼，即摆搁差4800啦。借你也毋着会用诶。我甲你讲啦，欠命钱做你讲啦吼，啊莫定来这套诶，若要甲我借钱，啊，着假冤家，啊，着要甲我削古董啦。这对别人会通啦，啊，若这波对我吼，已经拢失效啊啦。我知啊，无真讲，多谢头家娘。小狗好大块，出来啦！恁爸该呛住，唔免啊，一只像龟仔叫内底，来，放大出来！对你点点，我爱插你，你当作恁祖妈好欺负，哈？敢要徛到头壳尾顶起来？好啊，我今仔日哦，特要甲你钓到咻！查某人囝都太红啊！拜托，是啦，小位咧，小位。红啊，无咧小量啦。哎呦喂，大，讲嘛趣味咧，啊，我咧冤家举倒烧台，甲咱兄弟咧车拼住咧。哦，对你客气，你唔知影好啊？逐工咧外口啊外说，哈！你们最老人斗阵，你当作恁做啊什么话啊？袂安尼，我你讲我是一个查甫人哦，查甫人伫外口交际应酬应的哦，甲咱三姑蛇啉两杯，安尼是还你哈？安尼啊？小蛋，哎呦，你们小蛋的三百几啊？你若讲我某做三百几啊？唔是啦，差百几啦。叫多数啊？都多数啊？你妈妈呢？对不对？红某小量啊，妈妈夹菜刀，我讲到转来吼。迄查甫人伫外面交际应酬，即嘛无啥物啊，对毋对？做人太难啊呢。对啦。那干那啉酒吼，这口气吼，我还阁啉袂落来，唔是啦。当然啦，半夜咧困的时阵，就叫别人的名，戴玲玉，你讲，这口气我啉袂落来无？对，那安尼你就有影过分啦。即种吼爱抬爱挂吼，我甲做肉肉做罐头。你较好，拜托你甲我为恁两底遐茶天花断啦，你还就无够冰人情哦你啊哈。就是安尼，你摆平哟，我摆这边。对。你小弟咧乱来，真好厝边呢，搁交朋友呢。我再讲伊交际应酬，啉酒摊都嘛找咱两个去。哎呀，对，讲几好话，菜都就夹出来就来得啦。多数啊，若讲倒这个行为呢，绝对是唔对的。别当放个干休，爱甲绑起来，哈，一地甲挂，一地甲撩，地开闪。啥话啊？喂，有听着无？有人咧替我讲话啊吼！恁做嘛吼？今仔日就该一地，甲你撩落来。嘿，你有够出名的，吵死人嘞！嘿，你当作这夜市啊哟？你咪爱困人爱困哟？你知影无？要吵紧帮伊吵啦！这查某嘛奇怪呢，拢天过啊，要咧搬，这根本就是笑的。